大家平安。这条题目讲，红的纸有两张，青的纸较济，红的纸四张。安尼，红的纸甲青的纸拢总有几张？吼，囡仔，来想看觅哦。红的纸有两张，我着安尼画，一张、两张，吼。红的纸有两张，啊，青的纸较济，红的纸四张，吼。安尼青的纸有几张啊？吼，我着安尼画吼，青的纸，吼，较济，红的纸四张，吼。所以若是讲青的纸，我安尼画，我画两张，安尼是甲红的纸的数量平济嘛，对无？啊，题目讲青的纸较济，红的纸四张，所以我搁加四张出来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吼，安尼咱来看吼，青的纸就较济，红纸一、两、三、四张哦，吼，安尼青的纸拢总有几张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吼，对，安尼有六张。啊，红的纸有两张嘛，吼，安尼诚清楚哦。啊，题目问讲，红的纸甲青的纸拢总有几张？吼，咱就来算看觅哦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吼，八张，吼，所以拢总有八张。哦，啊，我着顺续来写，用数字来表达，就是两张纸，吼，两加六就是八，吼，两张加六张就是八张，吼，安尼敢有啥物问题？